这间庙敢是已经300年？对，300多年咯，咱1717这间就300多年。对，咱即摆看到的庙体已经是咱第4届，第4届60年前起好的，即摆搁咧整修啊，是第5届整修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海里吼是一个最重要的即个农业的所在。嘿，咱神农大帝吼手举的即个稻穗是真的稻穗。这敢都爱换？爱换。啊，敢若有一个砖头会使换，哟，就是咱清代的时阵。因为咱西内北翻成地洞，地洞了后要整修咱的庙体的时阵，是咱即个刺洞，刺洞有一个番仔庄的人，遐拢是咧种做的。因管现的是上侪银两的。所以咱就保留一个权利，就是咱正月初5，咱初4接神嘛。初5，互因请头香。啊，伊手举的即个稻穗有36支，因在地米价会甲咱即个早冬第一届收的稻仔是早冬的稻仔，伊会经36支上水的、无空壳的、把水的留起。等到即个正月初5的时阵，36支，甲伊剥开了后，嘿，用即个上好的物件来甲神农大帝手的刻一年的换开。啊，换开的稻穗要创啥呢？嘿，刻一年。换开，因为神农大帝已经刻一年啊，代表伊已经祝福过啊，嘛是有伊的心力伫遮，所以因会甲即个换开的稻穗，伫咧庄头的四角位啊，也徛喺五爷外口向庄内，爱讲好话。好种路途，五谷丰收；好种路途，合境平安，祝福降祥。捌足多呢，我怪你做庙公啊。